它是一些痴呆的一些分类的类型，那么基本上和痴呆是类似的。那么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跟帕金森发病以后伴发的一些情况。那么它总的分类疾病特征以及一些这个疾病的特点都是和痴呆都是类似的。它的病因还是因为神经系统功能的一个退化。那因为无论是帕金森病还是痴呆，都是神经功能系统退化引起的。那么当然，由于帕金森病的发生，它会加速痴呆的这个发生。那么在发病的特点上，痴呆的症状和帕金森症状会混杂在一起，让临床的病情显得更重、更复杂。这个帕金性痴呆主要是两个病混杂在一起，所以它在表现上是具有两个病的特征。那么帕金森病的临床特征呢，主要是震颤、僵直、行动迟缓。那么对于痴呆来说呢，它主要是认知能力的一个下降。那么所以说，它在这个行动能力上，这个在运动能力上已经明显的下降，再伴上认知的功能的异常，那么病人在临床上就表现得会特别的严重。